第16章密封。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真主的命令必定來臨，所以你們不必要求其早日實現。讚頌真主，超絕萬物，他超乎他們所用以配他的。他使天使們奉他的命令，偕同精神，降臨他所意欲的僕人，說：你們應當警告世人說，除我之外，絕無應受崇拜的，所以你們應當敬畏我。他憑真理創造了天地，他超乎他們所用以配他的。他用精液創造了人，而人卻突然變成了他的明顯的對手。他創造了牲畜，你們可以其毛和皮御寒，可以其乳和肉充飢，還有許多益處。你們把牲畜趕回家或放出去吃草的時候，牲畜對於你們都有光彩。牲畜把你們的貨物帶運到你們須經困難才能到達的地方去。你們的主確是至仁的，確是至慈的。他創造馬、驢、驢，以供你們騎乘，以作你們的裝飾。他還創造你們所不知道的東西。真主負責指示正道的責任，有些道路是偏斜的。假若他意欲，他必將你們全體引入正道。他從雲中降下雨水，你們可以用做飲料。你們賴以放牧的樹木因之而生長。他為你們而生產莊稼，由橄欖、椰棗、葡萄和各種果實。對於能思維的民眾，始終確有一種跡象。他為你們而制服了晝夜和日月，群星都是因他的意旨而被制服的。對於能理解的民眾，始終確有許多跡象。他又為你們而制服他所為你們創造於大地的各式物品。對於能記取教誨的民眾，始終確有一種跡象。他制服海洋，以便你們魚取其中的鮮肉，做你們的食品，或採取其中的珠寶，做你們的裝飾。你看船舶在其中破浪而行，以便你們尋求他的恩惠，以便你們感謝。他在大地上安置許多山岳，以免大地動盪，而你們不得安居。他開闢許多河流和道路，以便你們遵循正路。他設立許多標誌，他們借助那些標誌和星宿而遵循正路。難道造物主同不能創造的是一樣的嗎？你們怎麼不記取教誨呢？如果你們要計算真主的恩惠，你們是無法統計的。真主確是至赦的，確是至慈的。真主知道你們所隱為的和你們所表白的。他們捨真主而祈禱的，不能創造任何物，而他們是被創造的。他們是死的，不是活的。他們不知道崇拜者們將在何時復活。你們所應當崇拜的是唯一的受崇拜者。不信後世的人，他們的心是否認的，他們是自大的。無疑的，真主知道他們所隱為的和他們所表白的，他確是不喜愛自大者的。有人問他們：你們的主曾幹是什麼？他們說：古人的神話，以便他們在復活日承擔自己的全部責任，以及被他們無知地加以誤導者的一部分責任。真的，他們所承擔的真惡劣。前人確已用計謀，但真主把他們的建築物徹底加以摧毀，而他們的屋頂落在他們的身上。刑罰從他們料想不到的地方來臨他們，然後在復活日，他要凌辱他們，並審問他們說：我那些夥伴，你們為了他們而與信士們相爭論的，如今在哪裏呢？有學識者將要說：凌辱和刑罰今日必歸於不信道者。他們在自虧的情況下，天使們使他們死亡。他們表示屈服，說：我們沒有犯過什麼罪惡，不然真主確是全知你們的行為的。
他們被押進火獄而永居其中。自大者的住處真惡劣。有人問敬畏者說：你們的主曾幹是什麼？他們說：他幹是善言。行善者在今世將享受美滿的生活，在後世的住宅確是更好的。敬愛者的住宅真優美。常在的樂園將任隨他們進去，那些樂園下臨諸河，其中有他們所意欲的。真主這樣報酬敬畏者。他們在良好的情況下，天使使他們死亡。天使對他們說：祝你們平安，你們可以因為自己的善功而進入樂園。不信道者只能等待天使們來臨他們，或等待你的主的命令降臨。在他們之前的人就是這樣做的。真主沒有虧枉他們，但他們卻虧枉了自己，所以他們必遭受他們的行為的惡報，而他們一向嘲笑的刑罰將包圍他們。以物配主者說：假若真主意欲，則我們和我們的祖先不會捨他而崇拜任何物，我們也不會擅自戒除任何物。在他們之前的人曾這樣做過了。使者們只負明白的傳達的責任。我在每個民族中確意派遣一個使者說：你們當崇拜真主，當遠離惡魔。但他們中有真主所引導的，有應當迷誤的。故你們當在大地上旅行，應當觀察否認使者的人們的結局是怎樣的。如果你們熱望他們獲得引導，那麼你的熱望是徒然的。真主不引導那誤導人者，他們絕沒有任何援助者。他們指真主而發出最嚴重的誓言說：真主不使死人復活，不然這是他應當實踐的諾言，但世人大半不知道。他將使他們復活，以便他為他們闡明他們所爭論的是非，並且讓不信道者知道自己原是說謊的。當我要創造一件事物的時候，我只對他說聲有，他就有了。在被壓迫之後，為真主而遷居者，我在今世勢必使他們獲得一個優美的住處，後世的報酬是更大的。假若他們知道，他們是堅忍的，是信賴他們的主的。在你之前，我只派遣了我所啟示的一些男子，你們應當請教深明教誨者。如果你們不知道，我曾派遣他們帶着一些明證和經典去教化眾人。我幹事你教誨，以便你對眾人闡明他們所受的啟示，以便他們思維。使用詭計以作惡者，難道不怕真主使他們隨地面而陷落，或刑罰從他們料想不到的地方來臨他們嗎？或在他們的旅途中懲治他們，而他們絕不能逃避；或逐漸懲治他們，因為你們的主確是至愛的，確是至慈的。難道他們沒有觀察真主所創造的萬物嗎？各物的陰影偏向左邊和右邊，為真主而叩頭，同時他們是卑賤的。天地間的動物和天使們都只為真主而叩頭，他們不敢自大。他們畏懼在他們上面的主宰，他們遵行自己所奉的命令。真主說：你們不要崇拜兩個主宰，應當崇拜的只是一個主宰，所以你們應當只畏懼我。天地萬物只是他的，順從常常只歸於他。難道你們捨真主而敬畏他物嗎？凡你們所享受的恩惠，都是從真主降下的。然後當你們遭難的時候，你們只向他祈禱。然後當他解除你們的患難的時候，你們中有一部分人立刻以物配他們的主，以致辜負他所賞賜他們的恩惠。你們享受吧，不久你們就要知道了。我所供給他們的財產，他們以其中的一部分去供奉那些無知的偶像，指真主發誓：
關於你們所捏造的事物，你們必受審問。他們以女兒歸真主，讚頌真主，超絕萬物，而以他們所願望的歸自己。當他們中的一個人聽說自己的妻子生女兒的時候，他的臉黯然失色，而且滿腹牢騷。他為這個噩耗而不與宗族會面。他多方考慮，究竟是忍辱保留他呢，還是把他活埋在土裏呢？真的，他們的判斷真惡劣。不信後世者有惡厲邪惡的屬性，真主有最高級的屬性，他確是全能的，確是至睿的。如果真主為世人的不義而懲治他們，那麼他不留一個人在大地上，但他讓他們延遲到一個定期。當他們的定期來臨的時候，他們不得延遲一霎時；當其未來臨的時候，他們不能提前一霎時。他們以自己所厭惡的歸真主，他們妄言自己將受最佳的報酬，無疑的，他們將受火獄的報酬，他們是被遺棄的。指真主發誓，在你之前，我確已派遣許多使者去教化各民族，但惡魔以他們的行為迷惑他們，所以今天他們是他們的保護者，他們將受痛苦的刑罰。我降示這部經典，只為使你對他們闡明他們所爭論的是非，並且以這部經典作為信道的民眾的嚮導和欣慰。真主從雲中降下雨水，並借雨水使已死的大地復活。對善於聽話的民眾，始終確有一種跡象。在牲畜中，對於你們確有一種教訓，我使你們得飲那從牲畜腹內的糞和血之間提出的又純潔又可口的乳汁。你們用椰棗和葡萄釀製醇酒和佳美的給養。對於能理解的民眾，始終確有一種跡象。你的主曾啟示蜜蜂，你可以築房在山上和樹上，以及人們所建造的蜂房裏。然後你從每種果實上吃一點，並順服地遵循你的主的道路。將有一種顏色不同而可以治病的飲料從他的腹中吐出來。對於能思維的民眾，始終確有一種跡象。真主創造你們，然後使你們死亡。你們中有人復返於一生中最惡劣的階段，以致他在有知識之後又變得一無所知。真主確是全知的，確是全能的。在給養上，真主使你們中一部分人超越另一部分人。給養優厚者絕不願把自己的給養讓給自己的奴僕，從而他們在給養上與自己平等。難道他們否認真主的恩惠嗎？真主以你們的同類做你們的妻子，並為你們從妻子創造兒孫。真主還以佳美的食物供給你們，難道他們信仰虛妄而辜負主恩嗎？他們捨真主而崇拜偶像，那是不能為他們主持從天上降下的和從地上生出的一點給養，而且毫無能力的。你們不要為真主打比喻，真主知道，而你們不知道。真主打一個比喻，一個奴隸不能自由處理任何事務，一個自由人，我賞賜他優厚的給養，而他秘密地和公開地加以施捨。他們兩人是一樣的嗎？一切讚頌全歸真主，但他們大半不知道。真主又打一個比喻，兩個男人，一個是啞巴，什麼事也不能做，卻是他主人的累贅。無論主人打發他到哪裏去，都不能帶一點福利回來。另一個走的是正路，他勸人主持公道。他們兩人是一樣的嗎？天地的幽玄只是真主的，復活時刻的到來只在轉瞬間，或更為迅速。真主對於萬事確是全能的。真主使你們從母腹出生，你們什麼也不知道。
他為你們創造耳目和心靈，以便你們感謝。難道他們沒有看見在空中被制服的群鳥嗎？只有真主維持他們。對於信道的民眾，始終確有許多跡象。真主以你們的家為你們安居之所，以牲畜的皮革為你們的房屋。你們在起程之日和注定之日，都感覺其輕便。他以綿羊毛、駱駝毛和山羊毛供你們織造家具和暫時的享受。真主以他所創造的東西做你們的遮陰，以群山做你們的隱匿處，以衣服供你們防暑和御寒，以盔甲供你們防御創傷。他如此完成他對你們的恩惠，以便你們信服。如果他們違背正道，那麼你只負明白傳達的責任。他們認識真主的恩惠，但加以否認，他們大半是忘恩負義的。在那日，我要在每個民族中推舉一個見證，然後不信道者不得為自己辯護，也不得向他們討好。當不義者看見刑罰的時候，他們不得減刑，也不得緩刑。當以物配主者看見他們的配主的時候，他們將要說：我們的主哦，這些是我們的配主，我們曾捨你而祈禱他們。那些配主將回答他們說：你們確是說謊的。在那日，他們將向真主表示屈服，而他們所捏造者將迴避他們。不信道而且阻礙主道者，我將因他們的破壞而增加他們所受的刑罰。我要在每個民族中推舉他們族中的一個見證，來反證他們。在那日，我要推舉你來反證這等人。我曾降示這部經典，闡明萬事，並作歸信者的嚮導、恩惠和喜訊。真主的確命人公平行善，施濟親戚，並禁人淫亂、作惡事、霸道。他勸誡你們，以便你們記取教誨。當你們締結盟約的時候，你們應當履行。你們既以真主為你們的保證者，則締結盟約之後，就不要違背誓言。真主的確知道你們的行為。你們不要像那個婦人，她把紡織得很結實的線又分拆成若干縷。你們以盟誓為互相欺詐的手段，因為這一族比那一族還要富庶。真主只以此事考驗你們。復活日，他必為你們闡明你們所爭論的是非。假若真主意欲，他必使你們成為一個民族，但他使他所意欲者誤入迷途，使他所意欲者遵循正路。你們勢必要為你們的行為而受審問。你們不要以盟誓為互相欺詐的手段，以免站穩之後再失足。而你們將因為阻礙真主的大道而嘗試災禍，你們還要受重大的刑罰。你們不要以廉價出賣真主的盟約，在真主那裏的，對於你們是更好的。如果你們知道，你們所有的是要耗盡的，在真主那裏的是無窮的。我勢必以堅忍者所行的最大善功報酬他們。凡行善的男女信士，我勢必要使他們過一種美滿的生活。我勢必要以他們所行的最大善功報酬他們。當你要誦讀古蘭經的時候，你應當求真主保護，以防受詛咒的惡魔的干擾。對信道而且信賴真主者，他毫無權力。他的權力只限於和他交朋友，而且以他配主者。當我以一節經文調換另一節經文的時候，真主知道自己所幹事的。他們說：你只是一個捏造者，不然他們大半是不知道的。聖靈從你的主那裏幹事這部包含真理的經典，
以便他使信道者堅定，並用作歸信者的嚮導和喜訊。我的確知道，他們說過，這只是一個凡人所傳授的，他們所傾向的那個人的語言是化外人的語言，而這部經典的語言是明白的阿拉伯語。不信真主的跡象者，真主必定不引導他們，而他們將受痛苦的刑罰。不信真主的跡象者，才是捏造了謊言的，這等人確是說謊的。既信真主之後，又表示不信者，除非被逼宣稱不信，內心卻為信仰而堅定者，為不信而心情舒暢者，將遭天譴，並受重大的刑罰。這是因為他們寧愛今世生活而不愛後世，也因為真主不引導不信道的民眾。他們是真主將封閉其心靈和視聽的人，這等人是輕率的。無疑的，他們在後世正是規節者。然後你的主對於被害之後遷居，然後奮鬥，而且堅忍者，你的主在那之後確是致赦的，確是支持的。在那日，每個靈魂都來為自己辯護，而每個靈魂都得享受自己行為的完全的報酬，他們不受虧枉。真主打一個比喻，一個市鎮原是安全的、安穩的，豐富的給養從各方運來，但鎮上的居民辜負真主的恩惠，所以真主因他們的行為而使他們嘗試極度的饑荒和恐怖。他們族中的一個使者確已來臨他們，但他們否認了他，在他們不義的情況下，刑罰襲擊了他們。你們可以吃真主賞賜你們的合法而佳美的食物，你們應當感謝真主的恩惠。如果你們只崇拜他，他只禁止你們吃致死物、血液、豬肉，以及縱非真主之名而屠宰者，但為勢所逼，非出自願且不過分者，那麼真主確是致赦的，確是支持的。你們對於自己所敘述的事，不要妄言，這是合法的，那是違法的，以致你們假借真主的名義而造謠，假借真主的名義而造謠者必不成功。他們只得到一點享受，而他們將受痛苦的刑罰。對猶太教徒，我曾禁戒我從前所告訴過你的那些食物，我沒有虧枉他們，但他們虧枉了自己。然後你的主對於無知而作惡，以後又悔過自身的人，確是致赦的，確是支持的。伊卜拉欣原是一個表率，他服從真主，信奉正教，而且不是以物配主的。他原是感謝主恩的，主挑選了他，並將他引上了正路。在今世，我曾以幸福賞賜他；在後世，他必定居於善人之列。然後我啟示你說，你應當遵守信奉正教的伊卜拉欣的宗教，他不是以物配主的。安息日是那些為之而爭論的人所應當遵守的定制。復活日，你的主必判決他們所爭論的是非。你應憑智慧和善言而勸人遵循主道。你應當以最優秀的態度與人辯論。你的主的確知道誰是背離他的正道的，他的確知道誰是遵循他的正道的。如果你們要報復，就應當依照你們所受的傷害而報復。如果你們容忍，那對於容忍者是更好的。你應當容忍，你的容忍只賴真主的佑助。你不要為他們而悲傷，不要為他們的計謀而煩惱。真主確是同敬畏者和行善者在一起的。